欢喜的灵来敬拜阿罗咱的上帝。咱的上帝时，主特别用伊天顶的福气，并完全并伫来到伫咱的中间，祝福予咱，成做咱上大的帮助甲稳定。咱将咱的仆仔声为一切阿乐予咱的上帝。咱的主耶稣基督为着咱受定死伫十字架顶，伊搁活用伊的宝血洗清咱的罪过。咱来求主帮助咱，予咱更较倚靠伊，仰望伊。互伊成做咱的帮助，互咱哪爱伊。咱用这条诗歌来宣告、来表明咱所听的主。洁净我，互我亲像你；吸引我，互我哪爱你。所有迷茫。叫我拢藏在你脚前，我要完全顺服。洁净我，互我亲像你；
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因为主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拣选阮，互阮真做你的囝儿，通有份伫你的救恩的内面。主啊，阮愿意摒空阮家己，阮愿意谦卑阮家己，独独要完全顺服伫你的面前。愿一切敬拜，愿一切恶乐，拢是独独为着互主你得到荣耀。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求你互阮通看见你的荣光。求主开启阮属灵的眼光，互阮通知影你逐时阵，拢互阮通经历着主你的同在。愿不管是得时不得时，阮拢要出声学了你。阿门。听见现在的声音，用我天灵的温存，就听天父的声音，为你主我伫这，透早我要学路，清早我要学路，晚暝我要学路，午晡我要学路。
中的尊贵，因为伊正做第一，所以咱嘛正做第一。咱的性命爱宝贵，咱的性命价值正做第一，因为只有伫耶稣的眼中内面，看咱是做第一的。咱伫世间人的中间，人拢是用你的财力、用你的学识来比拼，但是咱伫上帝面前，每一个人拢是上有价值的，每一个人拢是第一，阿妹吗？哈利路亚！上帝医治的恩典要入来到伫咱的中间，这时咱要来祈祷，哈利路亚！咱要祈祷，祈祷就是咱的权柄，祈祷是咱的特权，为着咱厝里人的需要，为着咱兄弟姊妹因的病痛的需要，咱要为着因举手来祈祷，阿妹吗？哈利路亚！咱就是举起咱的正手，为着咱病痛的兄弟姊妹，咱三甲来祈祷。伫酒杯内面有这病痛的兄弟姊妹，咱在因伫这个困境患难内面，咱知因的需要。特别咱的天凯弟兄伊伫拜五才开到伊的整个的面，所以非常的复杂。即马已经伫普通病房伫遐底慢慢地伫医疗，所以咱来特别来为着咱的天凯弟兄，以及咱所关心咱这兄弟姊妹，咱开声来祈祷，1、2、3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主啊，阮开声祈祷，主你的医治就临在，主啊，你的快乐就临在，因为主阮所信的上帝是万管理的上帝，是过去、现在、到伫将来，主你的能力。你的看顾一直拢伫阮的中间，主啊，阮将阮的教会，才会比听兄弟姊妹，交伫主你的手里。主啊，你唔若看顾保守，主你要亲自来医治因身躯，才会艰苦，医治因的心灵，互因的灵内面伫上帝内面来得到快乐，得到平安，学了上帝，学了主你的快乐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主啊，阮感谢学了你，哈利路亚。这位来敬拜，主你是我所有一切。你把手看住耶稣，你甲伊讲，你来充满我的心，真多我生命的第一，伊的稳定，伊的稳定，永无停止。主啊，你充满着我的心，我生命的第一。主，你是我所尊贵的，你的稳定永无停止，你的稳定永无停止，你的稳定，你的稳定永无停止。哈利路亚！你那专个伊的稳定，伊的就来。哈利路亚！哦，主，阮需要你的医治，阮更加需要你的稳定，无停止伫阮正兄弟姊妹的身上，因为阮知这对阮是有利益的。哈利路亚！兄弟姊妹，咱用拍鼓的声，将咱儿乐归予咱的主。哈利路亚！